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在當今時代人們所需要的僅僅是自我反省，傾聽內心的聲音並遵循良心的指引。無論你在人生中做什麼工作，你的良心總會給你正確的方向，因此要時刻傾聽你的良心，聆聽你的內心。在當今環境下，每個人都在尋找幸福，追求和平。為了獲得這些，我們四處漂泊，然而我們忘記了幸福與和平其實存在於你內心。你只需與拉姆納拉揚拉姆這個名字建立聯繫，然後你會看到每個人都能在生活中體驗到幸福。整個宇宙都居於拉姆納拉揚拉姆之中，這個名字能改變你的一生，所有的恐懼和焦慮都會離開你的心靈，你會開始感受到幸福與繁榮。天空創造了自然，創造了宇宙，而我們都存在於宇宙之中，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。我們從這一切中獲得能量，我們的意識覺醒，我們的良心得以發展。無論人們做什麼是對是錯，都是我們的良心告訴我們的。居住在我們內心的良心就是我們的心靈，它告訴我們一切。當我們做錯事時，良心會警告我們那是錯誤的，不應如此。人類在地球上獲得的一切都是來自宇宙、天空和自然的，他們自身並不擁有任何東西。大地是我們的母親，太陽是我們的父親，賦予我們力量和能量。大自然賜予了我們一切，但是大自然會向你索取什麼嗎？太陽、月亮、天空以及所有的行星和星星都不向你索取任何回報，也不表達他們賜予你一切的感激之情。那麼為什麼人類之間會有感恩和債務呢？這種行為非常錯誤，我們必須加以糾正。拉姆納拉揚拉姆是一個拯救你生命的名字，它實現你所有的夢想和願望，它讓你直面內心的靈魂。這個名字蘊含着涵蓋整個創造的力量，一旦你開始吟唱它，你就會開始認識真正的自己。世界上無數人通過與拉姆納拉揚拉姆建立聯繫，不僅造福了自己，也幫助了社會上的人們。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的連接為每個人帶來了新的生活視覺，而這種新的視覺賦予我們新的能量，使生活變得成功。通過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人們總是被教導保持積極的思想，生活中總要行善，盡可能幫助他人。通過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不斷努力消除在社會中傳播的負能量，以便驅散黑暗，傳播覺醒。通過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的連接，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成功，並持續走在成功的道路上。